大家好。FB Live 可以用方言啊，可以會使打條招啊，福建話會使講。我哋係睇千王之王，上海灘啊，親情啊，夢中人啊，我睇到會講啊，唔係好順啊。唔係好好，但係識聽，基本都識講啊。哦，所以我覺得燒鴨叉燒我識啊，點心冇問題，點心我蝦餃燒賣我識啊。哦，咁即係話你嘅廣東話都係周潤發啊、劉德華佢哋教你㗎啦。啊，小時候學語文最好，最快的，最快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看的這些連續劇會講一些廣東話，所以你現在叫我學是哇出血啊！真係啊，剛剛之前嘅囡仔，伊人去看韓劇嘛。伊人看了會講咧，韓劇我看了淡薄講福建話對喎，感謝哈密達啊，感謝哈密達。你講福建，你後尾加一哈密達就變韓語了嘛？哇，對不哈密達？你也是語言天分的，你也是語言天分。語言我真好嘅哈密達。